巨大的枕頭大戰。一個下雨天，睡夢鎮的孩子們被困在家裡，沒什麼可做的。鮑比、莉莉和米亞都無聊得快要瘋了，真希望我們能做點有趣的事。鮑比一邊望着窗外一邊說。就在這時，鮑比的爸爸拎着一個大袋子走了進來，他笑着說，我有個東西也苦能幫上忙。他打開袋子，幾百個五顏六色的枕頭洗了出來。枕頭大戰，鮑比大叫着找起一個枕頭朝莉莉扔了過去，莉莉迅速一躲，然後也扔了一個回去。很快，三個孩子就笑成一團，互相扔着枕頭。到處都是飛來飛去的枕頭，但這些枕頭有點奇怪，它們不僅柔軟，而且旋能彈跳。當鮑比把一個枕頭砸到地上時，它彈得好高，差點撞到天花板。孩子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們開始在枕頭上跳來跳去，互相投擲，進行了一場史上最精彩的枕頭大戰。枕頭在房間裡飛嚟飛去，飛過家具，反彈到牆上。鮑比甚至試着像衝浪一樣騎在一個枕頭上，在客廳裡飛馳。幾個小時的跳躍、歡笑和枕頭亂飛之後，孩子們終於累癱在一堆軟綿綿的枕頭裡。史上最棒的雨天，米亞笑着說，從那天起，孩子們開始盼望下雨天，因為他們知道一場巨大的枕頭大戰正在等着他們。